好，图书馆下晝有天陽座談會，邀請同性人呢向下參加。哦，佢請問係乜嘅天陽啊？今日會表同活方嘗試。講題過後，有位新品講師會帶大家來分享。哦，你都很用心哦，還有邀請講師。係呀，因為一個天陽係用童話故事關注刻板印象對不同性別物種也可以族群嘅影響，思考同鼓勵大家打破偏見，故所會有先生帶親子討論。哦，佢就是蒙嘅邀請，那就帶新人嚟向下來看。第三條兒童試堂室2點開始表哦。好，2點，按住這哦。可能情景劇，一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大家記得要聽定音冇？天陽，天陽，電影，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邀請，邀請，邀請，標，標，放映。新品，新品，性平，但是在这个词汇呢，通常华语它会说简称性平、性别平等。在这里，我们客语有时候还是会说全称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性别平等。分享，分享，分享。偏见，偏見。偏見，帶，引導。接下來，我來學第位接常用到嘅句型。圖書館下晝有天陽座談會。圖書館下晝有天陽座談會。圖書館下午有電影座談會。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下晝，下晝，下午。有，有，有。天陽，天陽，電影。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圖書館下晝有天陽座談會。圖書館下晝有天陽座談會。圖書館下午有電影座談會，邀請同性人嚟向下參加，邀請同性人嚟向下參加，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邀請邀請邀請您。在這裡呢，有個客語比較難發音的字，有。因為呢，我們要先發出扁平的耶的聲音，再圓唇嗚，所以請跟着我一起念有，先扁唇耶，再圓唇一個嗚，有，邀請您，同，跟，聲音呢，孩子，向下一起參加，參加。這裡也提醒大家，參加的參，客語要把嘴巴閉起來的參加。邀請同性人呢向下參加，邀請同性人呢向下參加，邀請您跟孩子一起參加。